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伫好，再过2周礼拜系马介日咧无？答案就是冬节，1年100个冬节啦，大家就会说扮演，就表示讲，又加意思了。韩国啊，大家第一件事情冇，就系冬节系乜嘅东西嘅生日，大家點冇？答案就係牛嘅過生日，韓國頭半年啊，還會啲冬節日啦，然後牛嘅慶祝了，可能會怪佢食一粒半夜，就表示講，佢同主人共用天福樹，韓國有聽過冇？會啲牛嘅日頭啊，牛嘅角啊，牛嘅米啊，牛嘅背囊啊，全部都啲嘅疊半年咯。古時候啲呀按用團圓嘅日咧，大家就愛來做半年，來食半年啦。不過有啲人可能會知道，愛做半年都麻煩，有一些嘅難事。唔過今日阿群妹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祝冬有祝好嘅半年做得來食咯，1年100嘅半年節又來了。韓國唔但唱做得來食半年，還有當到同半年相關嘅法通啊，東西好拿哦。細細嘅家來小嘅今日嘅法通，來分享今日節目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祝冬鎮公所嘅秘書馮俊祥分享。大家好，我今日當分享呢度聊聊大家分享嘅了祝冬客家半年節。又分享到又後生又熱鬧嘅俊祥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1年100嘅半年節了。對，今年嘅半年節，盼到那片日咧係乜嘅時節？先夾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冇問題吼，我哋今年嘅2618年嘅祝冬客家半年節吼，然後係我哋辦了隻半年節，今年係第13屆咧。當久誒，已經13年咧。所以講吼，呢隻傳統嘅文化，呢個傳統嘅節氣，我辦呢十幾年後到呢片後，都冇簡單。對，非常的不簡單。好，那今年後我哋嘅發通係到下禮拜六嘅時節後，12月15號，拜六早上9點到4點半，同我哋祝冬火車站順條街祝冬動漫園區地位度後，來期盼我哋2018年嘅祝冬客家半年節。哇！古時候大家天初愛去參加100半年節嘅發通哦，因為發通嘅內容當精彩，一開始就會來同大家講一啲當緊急嘅消息，怎麼可以講當緊啦？因為搶到今本日按部頭12點為止嘅初獎發通哦，然後就搶最上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個初獎嘅發通。好，冇問題。其實講開呢個半年節嘅發通吼，確實講係當豐富吼，當多。好，到今本日按部頭12點，我來截止嘅網絡活動。好，是係我們這個分享食譜送這個文創好禮吼，我希望透過這個網絡的這個祝冬客家同人節嘅臉書粉絲專頁，我來教大家用辦來煮呢一隻湯圓。好，所以說我們希望大家做得到，我哋粉絲專頁來按讚，然後意外的，然後到公開嘅分享我哋一篇文章食譜。好，第3點吼是係我來標記我哋嘅好朋友，我來參加來煮呢一個湯圓。我標記幾多生日？130號咧。130就做得了。130號咧。古時候青春有嘅係愛啲基本嘅按部12點以前做一件事情，就有機會做得來初獎送文創商品咯。韓國講到要祝冬送嘅文創商品，這件係大擺帶來福起來咧，唔單止阿群妹，你福起來所有嘅公眾人員看到全部就小5星大噴發，因為全部都當定影下。今年嘅共樣愛同大家來分享愛送嘅文創商品有哪啲？一開始我就看到當獎嘅一台嘢。
嘿，我哋好礼拜送给文创商品哈，有我哋改这个我们的这个文青袋哈，对，那说文青袋，文青袋上面要让我哋改主动改球面系象棋林那个树麒麟，好，所以主动挑白又动到改树麒，好，我哋将这个元素树麒的元素哈，还有我们这个稻米这个米食成的这个元素，我说象棋林嘅係一種植物，係一種植物就留佢印到也拖嘅蛋糕，哦，可以來都有嗰種熱甜嘅感覺，對。然後長來後，我哋希望後，我哋嘅客家嘅印花後，來跳脫出客家嘅台風法，所以就我哋嘅。從我哋嘅客家嘅美食，從我哋嘅風板啦，我哋嘅板染啦、菜包等等，哈，印在我們這個隔熱的餐墊上面。當地印象，嘿，韓國又有粉色，又有藍色，又有東多呀種，你平常時食你都會按用嘅東西，就印到呀隔熱墊蛋糕，平常時很實用。對，韓國唔單止按嘅，還有東西要送俾大家哦。哦，還有吼，呢下吼，我哋嘅其實應該全球暖化，那其實大家要環保愛地球。冇錯。我們都希望大家不要再用我們的這個塑膠吸管跟我們的這個一次性的免洗餐具免洗餐具，所以應該又走了一環保嘅吸管組，還有我們的竹筷，那竹筷也非常的可愛跟用心哈。對。那竹筷上面有印製我們竹東的一個地圖，鯉魚形狀的。對，連銅瓷都有設計過。所以我們希望將這個有意義感、有意義感文創商品，然後同大家做分享。冇錯，唔但唱好，看起來正，拿起來心情都好。韓國咩動有意義到地度哦。韓國也係基本日按部12點以前聽出愛分享，就有機會來出到一個文創商品。韓國唔但唱按呢，還有東西愛送俾大家。唔過有時間就有較長一啲啲咧。另外一個咩係供養啲免稅蛋糕嘅出獎活動係乜嘅？係我哋後有另外一張那個網絡嘅活動是係大家是地方那個板染後放介啊，白個凍高水，哎呦吼那個晶瑩剔透，我哋希望吼大家嘅皮膚，我哋嘅肌膚也可以像湯圓一樣晶瑩剔透。哇，按會想。嘿，到底下那個這種天氣啊，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去多做保養，所以我們禮拜嘅發通，然後又讓我們的這個星河愛漂亮來做一個合作，來做一個合作，好，所以應該都一樣，到我哋嘅粉絲專頁來按讚，好，然後分享我們的這個發通嘅文獻，好，希望大家來共同來參與這個板煙節，所以呢就可以獲得我們的手獎嘅發通，好，又 gift 的手獎，好，我們的這個也是非常的。超值，有我們的這個。也係到12月10號按部頭12點為止，對不對？大家就在你有機會出到呀保養組哦，就做得老板眼控用按色拍、按肩、皮膚按啷線，對不對？所以我都希望吼大家吼做得實到我哋個主動客家同人節嘅臉書粉絲專頁來關注我哋個發通，我們這個有我們的這個保濕導入組啊等等的後就。我來讓大家做分享。哇！那其實非常貼心的是，它也就是怕這個我們送出的這個組數太多，所以我們也分了這個3家店可以來做一個體驗。哇！好像是有建中店啊、成功3店啊、關心東店等等的，然後做得讓大家做一個分享。古時候其實好呀，竹東板煙節係幾隻竹東嘅大事情、大慶典，咩係客家人嘅大慶典咯。古時候歡迎大家第12月15號到呀竹東來參加2018嘅竹東板煙節，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哦。
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2028嘅竹東扮演節又來了。韓國假使大家啲屋卡好想要來做扮演，要竹東鎮公所咩非常嘅遊戲模啲呀嘅面書嗬，咩有公布呀做扮演嘅方式，就像我數學呀種圖，唔單唱當簡單，韓國要當定一下，要當詳細嘅教大家按樣板來做扮演。唔過雖然做扮演當重要，也識扮演當重要，唔過韓較重要嘅係上來做乜嘅愛識扮演，也識扮演背後嘅意義上來係乜嘅喏？係其實講扮演後對我哋客家人來講，傳統嘅客家種來講係當重要嘅。當重要。因為當節係我哋嘅儀式是則節氣，當中後最重要嘅一則節氣。還會加一些嘅節氣，都難過。所以當節也係我哋客家人講嘅感恩節，我哋希望希望到呢一則節氣當中，我們有存着這個感恩之心啦。因為扮演對我哋客家人來講，當重要嘅意思係唔講係因為填婚結婚，因為太太細細嘅事情，跟太太細細嘅結親啊，拜祖先啊，拜啊拜神明等等，是愛來用呢一隻扮演。所以當客家人嘅傳統是係從小唔管大朋友小朋友到當節嘅千葉安部，所謂攞扮演，冇唔錯。攞扮演其實講嘅意思係粵港人團圓到在一起，團圓在一起的一個概念。要到一年前後輩，也就時節，大家做得始終鄉下，做得鄉下來團圓，鄉下來鬧熱一下。嗰時候講到鄉下鬧熱，也擺咩貼片機拍也家夫婦攞扮演按用嘅法通。係，那陣我哋嘅客家扮演節後有一隻法通係我哋嘅家夫婦來攞扮演。我呢隻法通我哋希望本我哋嘅客家人，或者是說我哋嘅觀光客，甚至講係我哋嘅外國外籍嘅朋友，因為呢下台灣後有當到嘅新住民外籍配偶，然後有我哋嘅外籍嘅朋友來台灣千條路啊，讀書等等嘅，來感受我哋嘅客家人嘅熱情跟這個我們這個客家文化嘅傳承嘅意義。嗰時候也係做得用另外嘅方式來報名，就做得來參加呀攞扮演。呢隻家夫婦咧攞扮演嘅法通，是當我哋嘅就當客家同人節嘅粉絲專業挑戰啲維度要做得來報名。有呀，法通嘅文獻地圖親前面就有寫呀，家齊聚搓湯圓都有寫做得來報名來參加呀攞扮演嘅法通哦。韓國唔單止係呢，韓國還特別邀請外國人來攞扮演。係呢一擺我哋要撈我哋嘅一個外籍嘅藝人朋友來合作，就是肯納。我希望可以號召更多的族群、多元文化來一起來體驗分享我哋體驗我們的客家文化。冇唔錯，韓國聽講正常叫乜嘢，還要準備一個題目我來考我哦。係，我來考我哋阿謙妹呢啲我哋嘅當節來攞扮演，我攞到太細冇強用，係乜嘅原因麼？其實我講真嘅，我頭擺真嘅唔知呀，就題目嘅答案，也係後來我真啲嘅，因為頭擺可能。自家識扮演，咩冇注意佢係大粒也係細粒，佢攞俾買扮演嘅時間，咩係全部就強用嘅太細。唔過我今日愛做自由身啊，我嚟回答有啲問題。其實愛攞扮演太細，愛攞到冇強用，就係因為希望唔該羅嫩太細，男全部就愛火糯，全部就愛甜福酥。嗰時候愛有大粒，愛有細粒，用錯冇？係，你很強哦。拍手！嗰時候也就係做乜嘅簡單嘅攞扮演，大家愛攞太細粒，冇強用哦。原來係按呢，韓國唔單止按呢扮演節，就係有當到好教好料嘅法通，還有體驗嘅法通，愛同大家來分享哦。一般用嘅體驗法通，都得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除了我哋嘅客家扮演節，除了扮演以外，我哋要我哋也希望我哋嘅
我哋嘅客家嘅美食，好，然後做得到大家來分享來傳承。我想我哋要我們的嗰個印封版嘅體驗，大家是到我哋嘅市場有看到嗰個封版安醬哈，那個形狀、那個紋路印得這麼漂亮，嘿，是怎麼做成的哈？我哋要到我哋嘅客家版年節嘅活動現場，所以來讓大家來做一個教學。體驗搞好，還個唔單搶來印版的還會送東西哦，而送乜嘅東西？咩係當地影響嘅文創商品。係，我哋除了哈，我哋嘅體驗之外呢，我們也將我哋嘅封版的這個形狀來印在我們的筷架上面。對，韓國正經當地下還係水紅色嘞，粉紅色，超可愛的。這個兩張那個這麼可愛的紅板筷架，只有在竹東有。不用快耶，就做得安定一下，韓國唔單搶安嚟做得封版，還做得來做片嘞哦，還做得來做絹印。係，對，我哋絹印吼，頭前又講，我哋希望吼，我哋嘅客家嘅印花吼，做得跳脫出客家嘅台風法，所以我哋要擺好有客製化，來請跟我們的勞動部的一起飛翔創客基地來做一個合作，然後將呢我哋嘅客家嘅元素啊，從我哋嘅板染、財報、愛板，吼，還有我哋嘅點點嘅客家美食，印在我們的這個絹印的那個布上面。所以我們希望也是透過這種方式，然後本台這個更加嘅認識嘅這個客家嘅美食。冇錯，韓國唔單止安尼，還有當到東西啲嘅12月15號嘅當天，愛送本大家嘅當日愛送本大家，除咗歡迎大家來去參加一個扮演節嘅活動，啲舞台蛋糕，還有一客家美食嘅牛蛋咯，一牛蛋嘅活動愛送當到嘅文創商品，就像人順豐廿粒，廿粒係，係湯圓寶寶抱枕，好可愛喲！一抱枕唔單搶做得按用藍燈啊，素還做得存落去，還做得做乜嘅喏？把它打開來，打開來底下一兩毛毯，哇塞，3合1的湯圓寶寶，等一下，湯圓寶寶這個都等一下，韓國有蛋糕還有下。做到，韓國唔難搶呀！湯圓寶寶，今日還會送乜嘅東西，再過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因為我哋有一隻舞台嘅活動，即係我哋嘅扭蛋曲，因為扭蛋嘅封蓋啊，和拍蓋，和當上我哋嘅通那個板染。哇塞！所以我哋到我哋嘅扭蛋地位度，和不用我哋嘅題目，和我哋嘅題目，還有我哋嘅關於我哋嘅客家板染啊，我哋客家文化、客家美食啦，客家雪山等等嘅題目，同我哋嘅扭蛋地位度，我來考我哋來參加嘅朋友，假使你答對我哋嘅題目，你是就得獲得我哋嘅文創商品。哇！真嘅，其實也唔單搶做得來多了解呢主動嘅客家美食以外，還做得鼓勵大家來參加活動拿定路哦。其實唔單搶安尼，活動還有非常多嘅內容，你下一趟再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啊！一下先休息一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喺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2018嘅竹東扮演節又來了。韓國好幾條正經有當多創意嘅內容，韓國文創商品，我同大家來分享。當年帶來，大家就知道哇，因為安定一下，輕鬆無人啲嘅賣哦，故事。我用嘅張做嚟拿到攞出嚟來參加呀，竹東鎮公所嘅面書嘅分享活動以外，就愛去來參加2018嘅扮演節，就做得來拿到了。唔過我家阿權妹詳細看了一下今年嘅海報設計嗬，發現廿道嘅節目啊，
动贴片，以上无人按呢用过按用嘅色咯。係呢一擺我哋嘅唔管係我哋嘅文獻啊，我哋嘅海報吼，我哋係用時下最流行的延禧攻略色，我哋嘅莫蘭迪色。動威動威。我從嗰個莫蘭迪色，用我哋嘅凍溝水嘅我哋嘅斑斕啊，還有風嘅粉紅色嘅，然後還有搭配我們的竹東的山形，哇，去做出來的一個設計。對，故說正經係從頭到尾呀，竹東扮演這個設計全部就能量非常嘅多，就像人家還有講到嘅文創商品，還唔單唱嗰個扮演包包聽聽哦，其實還有像明信片啊，還有紙膠帶啊，這些非常文青的東西，大家就都要竹東扮演節都有機會拿到，還有阿 Q 妹也有去參加過，我正經愛講竹東送東西冇啲嘅小氣的啦，全部就動態風。做得送就盡量送，一到定一下嘅東西就做得帶轉去屋卡。韓國唔單唱安尼，咩當歡迎大家來參加所有嘅活動，接下來愛同大家來分享啊，知道係當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就係創意嘅扮演比賽。哦，做乜解我想我來拍安樣嘅比賽？我哋希望了解那個創意湯圓競賽，或者比賽地位度，我哋繞牆度，我哋解學。全國嘅學生、嘅朋友來參加，我哋希望呢一隻傳統嘅扮演，希望透過呢一隻比賽，就咧很實質的去做一個扎根。啊，因為可能想到食到扮演就係甜嘅啊、鹹嘅啊，唔可以想到太多變化，又係講創意嘅料理。但係透過呢啲嘅學生去做呢一隻比賽，呢度呢啲嘅呢一隻比賽當中，這個作品裡面有的會加入呢啲嘅客家嘅元素，像是呢啲嘅起餅，和呢啲嘅吉祥。或者是說結合那種港式的流沙去做的這個芋泥餡啊等等的，然後去創作出一個更不一樣的這個客家美食。唔錯，除咗有創新嘅啊，創新嘅扮演料理以外，咩當歡迎大家去到現場來食扮演哦。現場有傳統嘅扮演做得同大家來分享，韓國咩有做得做到有意義嘅事情哦。很多這個暖心湯圓愛接力，係咧，暖心湯圓愛接力，不是係講要大家湯圓一顆接着一顆吃，團康競賽的感覺。不是哦，係。好，大家發同其實除了應該都有在這個浪燒燒嘅凍節我們除了暖胃之外呢，我們也希望可以暖心。我都希望我們當天會撈大家分享我哋嘅客家嘅漢版人，希望大家用我哋嘅新音樂撈新音樂嘅發票，來兌換我們這個湯圓。我哋主動進貢數，然後為撈大家嘅呢一張發票來捐贈給我哋有需要嘅團體。真件當有意義嘅活動啦，都是當溫暖，人嘅心咩當溫暖，大家嘅心咩當溫暖。韓國唔單唱安尼哦，還有展覽好看哦，很多石山印象展，石山這麼個很多石山印象展。呢個石山印象展，我哋英文我哋講日本人嘅竹東客家扮演節係提石山界，好石山。等可以，它的音很像我們的石山，所以我們就是做一個結合。故說呀，石山印象展啲都幾展覽嘅東西係乜嘅？你知道石山印象展，我哋展覽係我哋嘅創新嘅一個客家嘅衣服。衫褲呀，對，韓國現場韓做啲本大家來體驗做傳統嘅衫褲，對，真件係非常有意義，又好食又好拿，係又好看，唔單唱安尼，咩有表演好看咯，廿擺嘅表演咩有邀請到當到，唔講係菜梯啊，又係愛梯，韓國客家嘅歌數，同大家來簡單小結一下。好，我哋主動其實我哋主動要動豐富嘅文化嘅資源，我們主動有非常優秀的才藝界歌手，像是我哋主動的女兒劉慧清劉老師，還有我們也會邀請到我們的金曲歌后，我們的曾雅君。哇！最特別的是，我哋主動有一家 JF 太鼓團。我哋知太鼓團是太鼓在到日本來講係非常傳統嘅一種表演藝術，但係他在台灣的唯一的子團是到我哋嘅竹東。哇！
古时候做动唔但像动菜地化，佢同时要同动国际化哦。韩国唔但像安尼，韩请爱出去攞杯啊，最重要嘅一件事情就係要紅嘅啊。去到要做動扮演節，用做啲無嘅好紅咯，要按到哪條事情同大家小解一下。好，我哋禮拜我哋個市集地陪度，我哋主動到推山線地陪，所以我哋希望到在市集裡面，我哋繞牆到推山線我們的店家，有文創商品的，有電路嘅，有環保手做的，那也有我哋最重要嘅客家美食，到我哋個市集地陪度。好棒哦！古時候是愛來參加呀做動扮演節，真嘅係。乜嘅東西全部就讓人估到誒，咩唔可以無聊，咩唔可以都市謠，韓國做得帶動到電路全部卡，唔但像安尼，你還做得留副卡每個東西帶過去哦，用辦公咯。因為我哋到呢隻客家嘅感恩節地陪度，我哋希望然後來做環保。好，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到家裡要來做環保資源回收啊，像是我們的寶特瓶啊、鋁罐啊，我哋個紙類等等，可以做回收的東西，也來我哋個現場來兌換我們的砂糖。唔錯哦，溫砂糖哦，香港去年排隊排冬蟲哦。冬蟲排冬蟲。冇唔錯，古時候咩同大家來分享嗬，環保冬蟲嘢哦，古時候請大家盡量去參加廿八做動扮演節嘅活動，韓國愛同大家再個講一遍咯。有一隻抽獎嘅活動到今半夜暗部12點為止哦，韓國有另外一類活動係到12月10號暗部頭12點為止，歡迎大家來上呀做動鎮公所嘅面書來分享廿條嘅文章，韓國看啊有乜嘅好報名嘅啊，有乜嘅好處嘅啊，有乜嘅好拿啊，做動鎮公所無啲嘅講人去報名去參加嘅啦。故說請大家聽錯愛去參加2018嘅做動扮演節活動，今日什麼最上來到節目當中。是冇。為什麼天司機條前觀眾朋友會疏開休息一下，向下來做運動了。